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可以平瞓、側瞓，或者輕輕咁攬住個枕頭都可以。慢慢合埋你嘅眼睛。今晚唔需要做任何嘅事，只需要畀身體好好休息。就算未瞓着都冇問題，休息本身就好足夠。而家請將注意力輕輕放喺呼吸嗰度。我哋會一齊做 box breathing 雙式呼吸。首先吸氣4秒，hold 住4秒，呼氣4秒，再 hold 住4秒，再一次吸氣1、2、3、4，停一停1、2、3、4，呼氣1、2、3、4。hold 住1、2、3、4，用你自己嘅節奏，再做多幾次。感覺呼吸慢慢變得平穩，將注意力放到身體，感覺一下枕頭輕輕咁托住你嘅頸部同埋頭部，床褥承托住你身體嘅重量，膊頭慢慢向下沉。面部嘅肌肉亦都唔需要再用力，眼皮亦都慢慢變得沉重，下巴亦都微微放鬆。每一次嘅呼吸，身體會再沉一啲，好似俾床褥同埋被鋪包圍住咁。
而家你可以輕輕想象一下自己瞓喺一個好安靜、好舒適嘅地方，頭頂係一片深藍色嘅夜空，夜空入邊有好多細小嘅星星，星光非常柔和，每一次嘅呼吸都好似令你慢慢漂浮緊咁。所有喺日頭發生嘅事都好似雲咁，慢慢飄走。你只係需要慢慢睇住佢，慢慢遠去。如果仲未瞓得着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身體已經開始休息，呼吸會自己變慢，心跳亦都會慢慢變得安靜。你只需要留喺呢個空間，安靜咁度過。如果個腦仲有嘢諗緊，只需要將注意力放返去呼吸身上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畀諗緊嘅嘢自己飄走。而家聲音會變得越嚟越細，越嚟越遠，俾身體帶你進入睡眠嘅狀態。今晚你唔需要再努力，只係需要好好休息，瞓返一個好覺。晚安。